廣播小品左鄰右你知，佢做低頭族，莫把生命當兒戲。編劇振豪，劇中人物陳師奶由雪蘭演繹，獲產權由施恩演繹，德叔由振豪演繹，鄧交警由嘉琪演繹。阿獲產權，點解今日咁晏先過嚟食早餐嘅？唔使翻工啊？我都好想翻工啊，陳師奶，只不過呢隻手就唔爭氣啦。係，你隻右手咧纏住繃帶，好似傷得好嚴重咁。究竟發生咩事啊？唉，都係怪自己唔小心咯。尋日落班嗰陣呢，一邊開摩托車，一邊呢就掛住睇手機。由於精神唔集中，結果呢就撞咗路邊嘅石墩嗰度，搞到隻手就損晒，仲流咗好多血添。你今次都算好彩噶啦，冇傷到骨。你知啦，你做廚師係靠隻手搵食噶嘛。如果有咩事啊，分分鐘連個飯碗都冇埋噶。見過鬼仲唔怕黑咩？我以後啊開車一定會小心噶啦。咦？我見到阿鄧交警開緊部摩托車過緊嚟呢邊喎。好似係喎。咦？做咩後邊好似仲坐住個人咁嘅？咁似阿德叔嘅？今次又搞咩啊？德叔到啦！你落車嘅時候記得要小心啲啊！我知噶啦，阿鄧交警，今次咧真係辛苦晒你啦！真係客氣啊！鄧交警，德叔。鄧交警，德叔。陳師奶啊，全你哋喺度啊！大家都喺度啊！哇，德叔，今日做乜咁大牌啊？要阿鄧交警親自車你翻嚟嘅？係咁噶。啱先阿德叔咧就顧住睇手機，冇留意紅綠燈嘅轉換。所以喺着緊紅燈嘅時候都照過馬路，結果咪俾部摩托車揩親咯。雖然係冇乜大礙，但係扭親隻腳。咁我見佢行動不便，就車佢翻嚟咯。咁牙煙啊！咁德叔你有冇揾佢賠錢啊？係我呢違反交通規則嘅在先嘅，人哋唔同我計較呢已經係好好噶啦。仲點好意思呢？叫人哋賠錢啊？阿德叔啊，睇嚟我哋今次真係同病相憐咯。我又係因為睇手機，所以撞親隻手啊！你哋一老一少，一個損手一個爛腳，都係因為睇手機造成嘅，真係要好好反省下先得噶。係啊，你兩個過馬路嘅時候唔能夠睇手機，其實係最基本嘅交通常識嚟噶。但係有啲人呢，就往往麻痹大意，最終係導致悲劇上演啊！仲有啊，我成日見呢街上邊有啲後生嘅，特別係嗰啲外賣騎手啊，好中意喺電動車啊或者摩托車嘅車頭嗰度裝個手機掛架，一邊開車一邊睇手機，真係好危險噶。外賣小哥啊，每時每刻要睇住部手機嚟接單送貨，所以呢，佢哋咁做呢都係迫於無奈嘅啫。其實佢哋可以停低部車睇下手機先噶嘛。但好多外賣小哥為咗趕時間就冇咁做。揸車睇手機會將注意力放喺手機屏幕上邊，會導致開車嗰個呢只能夠單手捉住個車把，同時視線又會受到影響，有時完全都處於盲行嘅狀態。一旦遇到障礙物或者係撞上行人車輛，後果不堪設想噶。開摩托車呢係人包鐵，開小車係鐵包人。睇嚟呢，我以後都係開小車上落班先得啦。相對嚟講呢，開小車嗰陣睇手機會安全啲。全哥，你咁諗真係唔啱噶。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就明確規定，駕駛機動車無論係小車定係摩托車，都唔可以有撥打、接聽手機、觀看電視等等妨礙安全駕駛嘅行為。違反者處20蚊以上200蚊以下罰款，並且要記3分噶。要罰錢噶？係啊，我真係唔知喎。不過呢，對呢啲開車睇手機嘅行為要進行取證，會唔會比較難呢？由於開車玩手機有突發性、短暫性嘅特徵，而且取證難度較大，加上執法嘅力量有限，所以常態化嘅監管呢確實有啲困難嘅。呢個呢真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。睇翻家陣啦，隨住智能手機以及車載屏幕嘅普及，開車嗰陣接電話、回信息、點屏幕呢啲情況真係比較普遍噶。呢個係因為有啲司機呢抱住法不責眾嘅心理，總係覺得呢好多人都喺度玩手機、接聽電話、睇微信、發微博，點會可能處罰到我呢？另外，只要見到冇警察、冇監控，自己就認為可以安全放心咁樣去玩手機。我認為最主要呢都係啲人交通意識淡薄，
唔對自己嘅生命安全負責。其實開車玩手機，表面上邊係玩手機，實際上係玩緊自己條命咋。陳師奶講嘅真係一針見血啊！嗱，據交管部門介紹，當你嘅車速去到每小時60公里嘅時候，開車望一眼嘅手機，部車就會開出大概有50米嘅距離。咁呢50米呢，幾乎就係等於盲開噶啦。另外開車嘅時候用手機，大腦反應嘅速度比酒後駕車仲要慢30%，發生車禍嘅風險比正常駕駛高出4倍咁多。喺全國嘅交通事故當中，大概係有10%係由於開車玩手機造成噶。呢啲數字呢，真係觸目驚心啦！阿鄧交警啊，咁啊多謝你呢，今日同我哋上咗一堂交通安全課。我以後行路呢，要係專心一啲，唔會呢再做低頭族。我以後開車嗰陣呢，亦都會遵守好交通規則，唔會玩手機。開車玩手機係車禍3大原因之一，所以大家喺開車嘅時候，如果要用手機嘅，都要三思。等安全嘅時候再睇手機，並唔會錯失咗啲乜嘢噶。但係唔安全嘅時候玩手機，就係喺度玩命。道路千萬條，安全第一條。每個人都係自己安全嘅第一責任人，自律自覺，遵守好交通規則，就係最大嘅自我保護。廣播小品左鄰右你知，佢做低頭族，莫把生命當兒戲。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